发现这个餐厅的老板有点怪怪的，我去看一下他休息的日子。21号12月21年星期三，21号是星期二，那写星期三是不对的。我叫老板来一下，老板，你是21号12月21是星期二来人的吗？不是星期三。哦，你搞错了啦！搞错，这个是1号，12月21年星期三，已经过了的。过了的。我以为是21号12月是星期三，我21号我不来了咯。